另外来关心的是，这川习会呢是今仔日早起伫南韩的釜山来举办。这川普讲有可能会甲习近平讲3、4点钟了后呢，就会飞转去美国啊。要拿这场会谈的这个重点，除了这稀土甲麻醉药的关税以外，也阁有台湾议题。川普是有明确来表示讲，这台湾就是台湾，无啥好问的。And we're going to have a very successful meeting, I have no doubt. 我肯定我们今天会有非常成功的会议。But he's a very tough negotiator. That's not good. 两人见面握手，川普讲习近平是正强的谈判者，高搭习近平的脚趾边啊，讲两个人关系正好。川普甲习近平伫南韩釜山进行会谈，这是川普第二任期美中两位领袖第一遍见面。Since your re-election, we have spoken on the phone 3 times, exchanged several letters, and stayed in close contact. 习近平讲，全世界两大无一体，有当时有摩擦是正正常的。因那中国的发展甲川普所讲的，和美国在这边伟大环境是互相配合。美国进前有讲，双方已经达成初步的协议架构，中国将会解决分摊能源了进入美国。另外，川普同意延长关税收兵期。另外，中国也会暂缓稀土出口关税，并且恢复买美国的大豆。但是讲离岛，中国外交部拢无讲美中会伫咧川习会达成贸易协议。Fentanyl will b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're discussing. Importantly, we'll be discussing the farmers. We'll be discussing a lot of things. 为了执行定离婚30夜到南韩，伊伫前一天华府的 GTC 大会讲，回答这么对中国的出货是$0，中国的回答市占率已经从95%降到0。有关这一点，川普离告讲，预计伊会甲习近平讨论开放回答新一代 Blackwell 平台 AI 晶片的销售，表示伫这一边川习会，伊会绑定回答各界 AI 晶片销去中国的禁令。因那台湾本队一般认为美中达成大交易的机会是正小，因过真侪华府的人士拢担心川普无重视美国对台政策，顶多是讲一寡对北京有利的台湾言论。对这一点，川普伫咧离岛自日本飞去南韩时阵，伫空军1号接受访问讲，台湾就是台湾。I don't know that we'll even speak about Taiwan. I'm not sure. I mean, he may want to ask about it. There's not that much to ask about it. You know, Taiwan is Taiwan. 另外，大家注意的是，川习会进行几点钟久，川普伫咧伊家己的社群媒体发文讲，已经指示战争部开始测试核子武器。这项极端的军事信号，可能代表这边的川习会并无亲像川普进前所讲的这么乐观。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辑。